笑讲客语，米米笑讲客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客话的时候。大家共下来，咪咪笑讲客话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些重要的节日，首先来介绍跟我徐薇有关的咯，还做欣赏的啦。我是教书的，我们要来讲教师节。教师节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高时节。高时节，也就是 Teachers Day。早期的师生关系是比较威权的，现在是不一样了。像徐薇可是跟学生打成一片的哟。所以老师们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之外啊，上了课堂呢，还得了解同学们所使用的时代语言呢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跟学生关系比较好，可以多教他们一些东西。我们来学一些相关的这个课堂上用到的东西，比方说上课怎么说呢？上课，上课，下课呢？下课，下课，这是下课了。老师好，叫做欣赏好，老师好。然后老师就会对学生说：同学好，同学好，同学好。那教室怎么说呢？教室，教室。好啦，那么上课咯，赶快进去教室哦，叫做上课了。要那批教室啊，赶快进去教室啊！上课要专心，上课要专心哦。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妇幼节，叫做妇幼节。妇幼节，我们知道小朋友呢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哦，所以怎么样提供小朋友一个很好的家庭社会的学习环境呢？所以就把儿童节和妇女节合在一起了，成为今天的妇幼节。那么再来植树节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呢植树呢就可以让怎么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了，是提倡一种环保的概念了。种树怎么说呢？种树诶，种树诶。再来造林，之前就是没有做好造林，所以这么多土石流啊，发生了很多的遗憾事件了。造林叫做抽林，抽林。好啦，时间又到了，好可惜哦，大家多来学一些客家话咯。乃黑徐薇欣赏哈扣流，下课了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